二声妈给啊！来一个，加油！妈妈就千交代万交代我说，她跟我在花莲，我一定要跟她讲客语，不然以后小孩都不会讲。无论在哪，尽量跟孩子说客家话。刘慧芳没忘记自己的源头，却怕下一代可能遗忘。和妹妹一家人到美浓亲家做客，一进门自动连结最熟悉的语言。呀，系嘛嘅？天师，天师电视。我咧讲音如讲啊吼，很些声嘢哋都甲佢讲下，啊属于嘅国语，以及甲知识也的我，那个出去外面有国语，他自然而然接触到外面，所以我们那个一个出发点就是说，客家话要在家里学。耳濡目染，就自然会说会听。客家的孩子不该忘记客家话，在这个家里也才听得懂88岁曾祖母见到儿孙时有多么开心。佢冇嘢佢學，初一落嘅初二場，初三落嘅都乃無堂，初15、16就一團人。月团圆人团圆，4代同堂特别热闹。刘慧芳的先生虽是原住民，多年来也练就听得懂客家话。他说，这个大家庭让他感受到不止亲情，还有股浓厚的向心力。进这个客厅，我就觉得这幅画是让我感觉到说，他把这个孝道的精神在延续在这个家庭当中。乜嘅东西清正规？家庭用车的呀。哦，我说什么东西最珍贵啊？他们说家人的陪伴，这是道地的美浓腔，对不对？那事先我们讲有包含你桌盘，家人的陪伴。哎，好什么？亲人相聚，闲话家常，在这个客家三合院里，他们说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，自然而然一代教一代，也一代接一代说老祖宗的话。其实他们正在身体力行，为客语传承尽了力量。上课喽！乜嘅东西清正规，有不扛你周盘。乜嘅东西清正规，有不扛你周盘。谢谢钟怡老师。